所謂人生嘅必經階段，分別係生老病死同埋辱華。最近連喺中國有大量人氣日本嘅國民動漫作品《名偵探柯南》都被指辱華而引發中國人嘅抵制。事源《名偵探柯南》同埋漫畫《我的英雄學園》聯動，作者互相繪製對方嘅動畫角色。不過因為《我的英雄學園》呢套作品前排陷入咗辱華風波，搞到依家殃及池魚，燒埋柯南嗰沓。《名偵探柯南》中國地區版權總代理發布官方聲明，指柯南同埋我英聯動活動本意僅為作品間嘅友好交流，並無任何立場上嘅含義，仲話自己係尊重同埋熱愛中國文化，感謝大家嘅監督同埋支持。其實今次並唔係個別事件，過去仲有好多唔同嘅動漫作品都發生過唔同程度嘅辱華事件。今集我就揀咗其中比較出名嘅10大辱華動漫作品同大家分享。你依家收睇嘅係一個人 TV， 一個用廣東話介紹真實嘅中國歷史文化嘅 channel。如果你中意睇我哋嘅內容，又想支持一下我哋，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同埋加入成為我哋嘅會員啦。首先係啱啱提到嘅《我的英雄學園》，佢係一部喺日本漫畫雜誌周刊少年 Jump 連載嘅作品。作者係忽越耕平，呢套作品喺中國曾經擁有廣大嘅粉絲群體，但係去到2020年，因為一個角色辱華就被全網抵制下架。喺漫畫第259話出現咗一個進行人體實驗嘅反派角色志賀丸太，而喺日本二戰侵華期間，731生化部隊就曾經對中國人進行咗志賀氏菌嘅人體實驗。當其時佢哋戲稱受害者為馬魯他，咁啱就同丸太嘅日文發音馬魯他相同，而志賀就取自日本細菌學家嘅志賀傑，亦都被用作係志賀桿菌嘅命名，因此就引發咗巨大嘅爭議。動畫喺中國都遭到禁播，並喺所有嘅串流平台全線被下架。咁跟住事後，作者忽越耕平就喺社交媒體表示，佢本人係冇呢個意圖。周刊少年 Jump 雜誌都發出公告，表示將來嘅漫畫本都會對個名進行修改。不過中國讀者就仍然無法接受。其後喺中國有中國民眾 cosplay 我英嘅動漫角色就遭到圍攻，嗰個 cosplayer 嘅假髮就被群眾搶走，其他人蜂擁而上並吶喊鬼子死絕。我本身都有睇《我的英雄學園》，我覺得作者就算真係想影射二戰人體實驗都唔出奇，但係作品入面志賀丸太算係奸到貼地嘅反派，最後佢嘅實驗室被摧毀同埋被逮捕，下場其實都好慘。我係感覺唔到作者有任何歌頌認同人體實驗嘅意思，反而係有批判日軍進行種種人體實驗嘅感覺，咁都可以話係辱華，會唔會太玻璃心呢？寵物小精靈 Pokemon 喺全球風行多年，仍然逃唔過辱華嘅命運。事源 Pokemon 啱啱喺靖國神社舉辦 Pokemon 卡牌兒童體驗教室嘅親子活動，而中共對於參拜靖國神社視為辱華同埋冒犯嘅行為，自然會立即得罪一班中國嘅玩家，更加引起官媒批評。此次事件中，中國年輕網民迅速、理性且堅定的反應，值得一個大大的讚。事後 Pokemon 官方就用中日雙語發布道歉公告。依家紅透半邊天，大受全球歡迎嘅《鬼滅之刃》原來都被辱華過，因為主角炭治郎嘅耳環圖案同埋日本嘅旭日旗相似，就遭到中國嘅部分網友指控涉及辱華。為咗避免爭議影響電影喺中國上映，《鬼滅之刃》官方就對炭治郎嘅耳環圖案進行咗和諧處理。同樣係最新人氣嘅動漫作品之一《咒術迴戰》，作者芥見下下公開祝賀《我的英雄學園》漫畫完結，就遭到中國大陸部分商家下架抵制。而另外作品入邊有一位角色叫做冥冥，佢喺自我介紹中提到佢嘅招式叫做神風，係強制讓烏鴉自殺作為代價嘅招式，令到弱小嘅動物能夠解除咒力嘅限制，衝向敵人。呢個同二戰期間因為自殺攻擊而受到廣泛討論嘅神風特攻隊，無論係名字或者設定上都有着極大嘅相似度。獻出你嘅心臟！進擊的巨人相信唔少人都有睇過，入面黑暗寫實嘅劇情實在係令人留下深刻嘅印象。不過動畫入面嘅一句台詞阿爾迪亞人需要私隱嗎？就被懷疑指影射某大國，結果呢句台詞喺中國嘅微博上成為咗禁詞。另外
喺鏈鋸人動漫嘅 MV 入面，有中國嘅觀眾發現其中一個畫面牆上嘅世界地圖，中國領土係少咗藏南地區。該地區係中國同印度領土最具爭議嘅地區之一，結果令一眾愛國小粉紅立即崩潰，成地都係玻璃碎。日本經典籃球動漫作品 Slam Dunk 嘅動畫電影 The First Slam Dunk 最初喺中國上映嗰陣，作者井上雄彥特別喺推特向中國嘅粉絲打招呼，跟住就發佈咗主角宮城良田嘅動畫，上面寫住 Hello China， 但係 China 裏邊只有個 H 係黃色，其他 CINA 全部都係紅色。有中國嘅網友就直指 CINA 就好似係貶義詞支那嘅讀音，然後就怒轟井上雄彥辱華，甚至掘出井上雄彥過往曾經支持香港，罵聲不斷。不過講個讀音似支那，其實中國嘅官方英文 China 本身都係好似支那咁嘅，又唔見有中國人出面抵制嘅。日本知名動漫系列 Fate 靠住漫畫、動畫、遊戲不斷推出新作，擴充世界觀。喺系列作品好評不斷之後，累積咗唔少嘅粉絲。作品最特別嘅設定係重新演繹歷史上真實存在過嘅英雄人物，將過去曾經影響世界嘅歷史人物以英靈嘅方式重現眼前。而中國小粉紅咁鍾意屈人辱華咁過癮，今次佢哋終於自食其果啦！喺2015年推出嘅遊戲Fate Grand Order FGO 喺推出咗之後就立即爆紅，中國代理商 Bilibili 喺2016年9月都正式引入中國市場，唔少中國玩家花咗好多錢就係想抽到擁有漂亮立繪嘅稀有卡，但係冇耐之後喺一次中國版 FGO 嘅更新之後，唔少玩家就發現佢哋呢啲稀有嘅卡都慘遭毒手，好似係武則天、虞美人、楊貴妃等等都遭到刪除卡面，仲將相關角色嘅語音全數移除。雖然官方冇說明嘅原因，但係網民就估計應該係為咗避免被中國認定為扭曲歷史人物或者形象不符合歷史定位。花咗咁多錢咁辛苦先抽到嘅靚卡，而家變成咁嘅樣，真係令人欲哭無淚啦！最後依套動漫作品 Raiden 18就同之前嘅例子有啲唔同，因為佢係原作者專登去辱華，係主動唔係被動式。或者你冇聽過 Raiden 18呢套作品，不過你一定會睇過或者至少聽過呢位作者嘅另一套作品。冇錯，佢就係鋼之煉金術師。作者方川雲喺作品 Raiden 18入面就有一幕係惡搞前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當時作者將毛澤東畫成咗成僵屍，頭上仲貼住斥令廁所在哪裏呢嘅符咒，諷刺中國廁所好難揾。呢件事就喺中國嘅社群媒體引發爭議，小粉紅就憤怒地表示辱華。針對呢個辱華風波，方川雲唔單止冇道歉，佢仲表示因為喺中國出現咗好多鋼之煉金術師嘅盜版漫畫，正版漫畫幾乎係賣唔到，所以就希望創作一啲對中國大陸敏感嘅內容嚟迫使盜版商唔敢盜版。以上就係10大辱華嘅動漫作品，其實當中大部分都係中國網民自己捕風捉影，靠豐富嘅想像力幻想出嚟。聽完真係得啖笑。其實如果一個民族有足夠嘅自信，又點會成日疑神疑鬼，成日認住人哋睇自己唔起？到底點解喺中國作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嘅大國嘅情況之下，中國人民仍然培養唔出民族嘅自信心呢？大家有冇咩頭緒？歡迎留言分享一下你嘅睇法。呢個頻道仲喺起步階段，需要大家嘅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想睇更加多探討社會現象、民眾心理等嘅影片，請唔好吝嗇你嘅手指或者 mouse， 幫我哋 like 同 share。當然仲有 subscribe 我哋頻道，以便第一時間睇到我哋最新嘅影片啦。